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使徒行传》第14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陈丰盛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的保守，使我们一夜平安。也感谢你再次赐给我们新的一天。在今天的开始，我们要用读你的话来做开始。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工作、事业、学业、身体以及我们的饮食，都有你的祝福。也求你保守我们出入都能够平安，使我们所做所想所行的都能够合主你的心意，来荣耀主你的名。求你的圣灵保守在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要开始之前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从《使徒行传》的第9章前半段1到31节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就是过去的扫罗他的悔改，那也让我们知道当迫害基督徒就是在迫害主耶稣。那主耶稣也拣选扫罗成为器皿来宣扬主的名，同时也要为主的名来背十字架要受苦。那扫罗他的悔改以及他悔改后的生命，让他在大马士革就来立刻传扬耶稣，来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那也经过巴拿巴的接待，在3年后他能够到耶路撒冷，那也得到耶路撒冷使徒的接纳。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0章，那要看到把这个路加把这个写作的焦点又带回到彼得的身上。那这段是要来预备让彼得和扫罗2个人的服事有做一些的区别。那么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第9章的32节到43节。好，彼得走遍各地方，有一次他访问住在吕大的信徒，在那里他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这人瘫痪了，在床上躺了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治好你了，起来收拾铺盖吧。以尼亚立刻起来，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看见他，都归信了主。在约帕有一个女门徒，名叫大比大，希腊话叫多加，意思是羚羊。她做了许多好事，愿意帮助贫穷的人。有一天她害病死了，人家把她的尸体洗过，放在楼上的一间房里。约帕离吕大不远，在约帕的门徒听见彼得在吕大，就派2个人去见他，要求他，请你快点到我这里来。彼得立刻动身，跟他们一道去。彼得一到，有人领他到楼上的房间去，所有的寡妇围着彼得哭，就把多加生前所缝制的内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吩咐大家都出去，于就跪下祷告，然后转向尸体说：大比大，起来。多加睁开眼睛，看见彼得，就坐起来。彼得走过去扶他起来，又叫信徒和寡妇们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消息传遍了约帕，有许多人信了主。彼得在约帕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好些日子。上。好，谢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继续看到是9章1到30节是扫罗的悔改，那9章31节，好，那一路到11章的18节，好，那这是一个连串的故事。好，那这串故事是使徒行传当中最长的一段的段落。那从第9章就开始来铺陈，9、10、11，好，到11章的18节。那这段的故事就在主要是在讲说为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洗礼的事情，到底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可以还是不可以。那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扫罗的悔改，那在大马士革3年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回到加拉太书的第1章
加拉太书的第1章，那从11节到24节可以看到，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他自己见证。他说，上帝不止在他出生以前，在母腹中拣选他，甚至当上帝决定要启示他的儿子，神的儿子，使保罗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宣扬有关基督的福音，保罗并没有向任何人求教。那他在加拉太书这里要表达的是，保罗他所领受到的启示呢，都是从神直接来的，不是受人的教导而来的。那他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人，所以第二保罗也说，他自己也是使徒，但是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至于那12个使徒呢，做犹太人的使徒，他没有去跟他们请教或是见面。那他却是到阿拉伯去，再返回大马士革。所以在这3年当中，扫罗在大马士革悔改受洗，然后被圣灵充满信主，然后传扬耶稣。这当中他又去了阿拉伯，就是到了南边，那又回到大马士革，没有进入到耶路撒冷。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会见彼得，跟他同住15天哦。所以昨天我们读到那一段呢，就是指这15天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但这15天的发生的事情呢，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在耶路撒冷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和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辩论，以至于想要被杀，才被人家带去到凯撒利亚和大树。但是在这里保罗只有短短提到，他只有见彼得，然后只有见到主的弟弟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没有再见到其他的使徒。好，那他还强调说他说的是实话，不撒谎。好，那在第2章加拉太书的第2章呢，才提到说他这样离开耶路撒冷，去到了这个叙利亚和基利家，就是回到他的大树，他的出生的地方。又14年后，那保罗才跟巴拿巴提多，所以提多在这时候也加入了这个提多书的提多。那他是保罗很早的同工但是我们一直要到提多书才看到提多的这个的任务但前面呢，使徒行传没有特别的提到提多。那在这个保罗14年后回来耶路撒冷，他已经在基利家，在这个大树跟巴拿巴提多已经同工10几年。那后面加拉太书后面在强调的就是保罗和彼得之间的关系。好，那保罗自己也说那些被认为有名望的领袖，就是12使徒。好，那他们并没有12使徒没有给保罗什么新的指示，相反，他们看出上帝借着福音给外邦人的任务交给保罗，正像他把传福音给犹太人的任务交给彼得。所以保罗自己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断定，就是12使徒是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但是他们做外邦人的使徒呢，是向外邦人来传福音。还有上帝用他的大能让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就像他让彼得成为犹太人的使徒一样。所以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长老，彼得、约翰，这时候雅各是排在前面。这3位有名望的教会柱石，既知道上帝把这特别使命交给我，就跟巴拿巴和我握手，行右手之礼。既然成为同工，就同意巴拿巴和保罗应该到外邦人中工作，那他们使徒继续在犹太人中工作。那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读使徒行传第9章的时候，对照是加拉太书的1、2章。那加拉太书的第2章后面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后来彼得也有到安提阿，因为保罗他们在安提阿教会。那基督徒这个名称也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那彼得去到安提阿，他有明显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本来他跟犹太人吃饭，但是雅各派来的人来了之后，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派来之后，彼得就跟外邦的信徒就退缩，就不再吃饭，因为怕那一些主张外邦人必须接受割礼的人是不洁净的，要受割礼，受洗礼还不行，受圣灵的洗礼也不行，
还要受割礼。那甚至连巴拿巴也受到影响，好，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安提阿所发生的。好，那所以这个是昨天在第9章，好，扫罗悔改信主之后的补充。好，那今天我们看到第10章，好，那从9章呢就是在铺陈到11章，就是在这个议题，到底外邦人好可不可以受洗，好，可不可以信主？其实在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当中，对于彼得就没有这么严厉。好，那在保罗自己所写的加拉太书当中，对于这些彼得，好，甚至连对巴拿巴，对这些犹太人的使徒，好，是相当的严厉啊。好，因为保罗看出这个，如果教会如果不向外邦人传福音，教会就没有办法成为基督的教会，只能够成为犹太人的教会。那彼得，我们回到第9章32节，彼得在众信徒中到处奔波的时候，也住在一个吕大的圣徒家。好，那这里和本把这个信徒呢特别翻成圣徒。那吕大是什么地方呢？吕大呢，就是在今天的特拉维夫机场，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就是吕大。好，那罗德，那我们知道这2天，好，这个耶路撒冷，以色列不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好受到伊朗的这个空袭啊，好，那这个战火呢，好有可能又继续在延续。好，那在这个吕大呢，好，它的意思就是冲突和斗争，好，这个地名本身就是成为一个冲突和斗争好的地名。好，那这地名呢，其实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出现，就是罗德啊，罗德。所以这个地方呢已经在旧约当中就已经是在尼希米记第7章、以斯拉记第2章都有提到这个城镇就是被掳归回之后，那他们就已经住在这城镇。那在那里有一个圣徒，那这个圣徒呢，这是彼得住的地方，就是已经信主的犹太人的基督徒。那彼得在那边，这个对不起，到处奔波，这个到处奔波就是访问，就是说旧的和本翻成周流四方，周流四方，意思就是说彼得经过所有的地方。那他因为去到了前面有讲到彼得，他也去到了这个帮腓利传福音的腓利传福音信主的人好的这个撒玛利亚好受洗好等等好，所以又腓利到处传福音，所以彼得也要跟着到处去为人家来祷告。好，那他就访问各个地方。那他在那里在吕大这个地方就是遇见一个人叫以尼亚。以尼亚这个名字呢是一个希腊的犹太人的名字，好，这是一个名字，从名字上来看，好，他就是一个希腊人，他不是一个希伯来人的犹太人，是一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值得称赞值得称赞。那他已经瘫痪在床上躺了8年了，所以他是行动不便。那彼得呢就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治好你了，起来收拾铺盖吧。好，那彼得一样，好，从这个美门开始，五旬节之后，好，就为了医病赶鬼，甚至连彼得的影子，好，在耶路撒冷犹太地都大有能力啊，他的影子都可以来医病人、医治人。那这个以尼亚呢，好，他就立刻起来，所以彼得好，他对以尼亚好奉耶稣的名来医治他，好，叫他起来整理好。收拾自己的褥子，躺的这一块地上的这个垫子，好，让他可以起来行走。好，所以这个他就立刻起来。那35节，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就归向主了。好，所以一开始讲到吕大，在这里又讲到沙伦。好，那沙伦呢，其实就是在更北边靠海的地方。好，那是其实就是到了该撒利亚。好，那所以从吕大好一路到了北边的该撒利亚。好，那该撒利亚呢，我们已经有提到2次啊。好，那这里再做个补充，就是希律呢，在这个沙伦的平原建立了奢华的城。好，本来沙伦是一块平原，好，那到了希律王的时代，他建了一个奢华的城，要来纪念好这个该撒雅古斯都
奥古斯都，好，就是纪念这个罗马皇帝。好，那他在这城的南部、北部修造防波堤，建造人工的港口，让该撒利亚的城成为当时主要的航运的贸易中心。甚至比拉多他成为这个巡抚，他的官邸就设在该撒利亚。那保罗也是从该撒利亚前往大树，昨天我们有提到，还有接下来明天会看到的百夫长跟尼流也是住在该撒利亚。那保罗完成第2次跟第3次宣教旅程回来的时候，就是在该撒利亚登岸。后来保罗他要上诉罗马皇帝，又在该撒利亚被囚被关2年之久。好，那都是在沙伦这一带。好，那沙伦这一段，好，所以这个是彼得他在周游四方。好，那在巡各地教会，他都是针对犹太基督徒。虽然他们已经不是这个希伯来基督徒，不是住在耶路撒冷，是住在希腊各地，就是罗马帝国各地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但是这里强调了一个彼得医治了以尼亚。那36节到41节，好，是另外一个故事，也是跟彼得有关。好，那这也是另外一个犹太人。那在约帕有一个女门徒叫大比大，希腊话叫多加。那大比大，他的是一个亚兰文的名字，亚兰文的名字，表示他应该就是在耶稣那个年代，但是翻出来，所以他也要把他的名字叫做多加。多加就是当时的这个在希腊的世界当中常用的名字。那多加的意思是羚羊或是鹿，羚羊或是鹿，但是比较多都认为是羚羊。那这个大比大也是多加，他做了许多好事，乐意帮助贫穷的人。有一天他害病死了，人家把他的尸体洗过，放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那约帕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的亚法港，好，那也是靠海的地方。好，那在约帕的亚法港，好，那有一个圣彼得修道院。那这个修道院当然是比较近期，那100多年前所盖的。好，那已经也在今天的约帕，好，可以参观这个修道院。好，那这修道院的另外一个角度，好，亚法港。那亚法港呢，好，其实在旧约也是也有出现。约帕就是推罗王西兰将他的香柏木从黎巴嫩用浮海运来运到此处好，让所罗门来建造圣殿。那就是在耶稣的前900多年前，那就已经在这个约帕的地方，好，就是亚法港。好，那透过把黎巴嫩这个黑门山上的香柏木运送到耶路撒冷，是用航运的。好，那再从约帕陆运到耶路撒冷。那先知约拿，好，那这个也是更早对，先知约拿就是在所罗门之后，那他搭船好要逃往他施西班牙，好，逃避上帝的呼召，他不要去尼尼微传福音好，因为尼尼微对他讲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帕呢，也是跟一个外邦人接触好的一个转运站。好，不论是推罗王西兰或是这个尼尼微，好，那上帝要这个约拿去跟外邦人传福音。好，那这个约帕在这里呢，也有延伸的旧约的意义好，亚法港。好，那这个大比大就是多加，好，就是这位羚羊那他是一个广行善事。好，那对照是第10章哥尼流，好，一样他也是广行善事，都是人家公认的好人。好，甚至前面那个吕大，好住在吕大的圣徒，也称他是圣徒。好，所以都是一些非常有名望的犹太人基督徒。约帕离吕大不远，大概是19公里。好，那在约帕的门徒呢，好，听见彼得就在附近的吕大，好，那他们所敬重的这个多加生病死了，那就派2个人去见彼得好，要求彼得什么呢？请你赶快到我们这里来。
那就是他们很不甘心、很不甘愿，这个他们所敬重的多加就这样死了，甚至呢，他死了，还请人去知道彼得，他不是请彼得来给他们传道，给他们洗礼、受圣灵充满，他们希望彼得来能够至少帮助这个多加大比大能够对他有一些的帮助。那彼得听到就立刻动身，跟他们一道去。那所以19公里的路程，好歹也要走个半天一天哦。那彼得一到，有人领他到楼上的房间。那所以这个房子呢是有2楼的。好，那可能是多加的家。好，那他才能够广行善事，好，帮助穷人。好，所以这个多加，这个大比大，他可能本身好在财务上，在经济上都是比较好的，好，能够去帮助人。那包括他所住的房子，那他把他们的遗体呢放在楼上的房间，在场呢有所有的寡妇，好，围着彼得哭啊。那又把多加生前所缝制的内衣外衣给彼得看。好，那所以从这路加提供的线索让我们知道，那这个大比大多加他帮助穷人，穷人呢都是寡妇。那寡妇顾孤儿寡妇，这也是在摩西五经当中旧约上帝的命令。那这些他怎么帮助寡妇呢？就是他可能缝了很多的衣服，好，那缝制了很多的这个衣物。所以大比多加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好，亚兰文是大比大，意思是羚羊。好，那她是一个女信徒，她是一个女门徒，好，对不起，在赫本翻成女门徒。好，女门徒在使徒行传只有出现一次，不是只有在使徒行传，连整本圣经都只有出现一个唯一的女门徒，就是多加。那多加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呢，做了很多的里衣外衣给这些的寡妇们。所以多加呢，他可能是不管他是做衣服起家，或是他是一个有钱人，但是他自己缝制衣服。好，那总之呢，他都是帮助这一群的寡妇。可以看到他有怜悯的心、慷慨的心，还被称为门徒。好，那他也已经相信耶稣了。这里称为门徒，不是只有做犹太人的犹太教徒，指的是他已经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好，但他是一个犹太人。好，那他有亚兰文的名字，也有希腊文的名字，表示他就处在两个环境当中。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到的。那彼得看到众寡妇都在那边哭，好难过，那彼得就吩咐大家出去，自己就跪下祷告，转向尸体，然后对他说大比大起来。这边他就不叫他多加，彼得称他大比大，因为彼得应该也是善用亚兰文。好，这个情境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说讲台语，好，亚兰文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台语，希腊文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华语或是英文这样子。好，那就是会惯用母语的，那是他们亚兰文，但亚兰文也不是犹太人的母语，只是他们曾经被殖民，好，所以他们是被掳归回，好，所以他们被殖民，好，用了亚兰文。那这个多加呢，就听到彼得，好，他虽然死了，甚至前面有提到他都已经被清洗，就是他死了，好，已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好，那就算是刚刚断气，但是彼得有人走了19公里去见彼得，好，然后叫彼得立刻过来。彼得立刻过来，又走了19公里，好，那40公里，好，一天都走不到，好，用走路的走不到，除非他们有其他交通工具，所以大概要过了2天。好，那这个多加呢，好，已经断气了2天，但是彼得仍然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彼得呢，好，他就用亚兰文来吩咐他。好，那众人呢，好，看见，好，就进来。好，那这个是中世纪的画的图啊。好，那当然是比较这里在讲到彼得他怎么样帮助这个以尼亚，左边是画彼得帮助以尼亚，右边是画彼得帮助这个多加，好，这个女门徒。但是呢，大概都是在吕大还有约帕这一带的地方，那就是该撒利亚沿海，就是非犹太人集中的地区所做的神迹和奇事，所传的福音。
好，其实已经不是传福音了，因为彼得在做的就是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好，那他只是去兼顾他们，帮助他们，好，然后去医治他们。那彼得就把多加大比大叫起来之后，又让寡妇们进去，好，那把这个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好，又活过来，所以这里的41节啊，这里现代中译本是翻成信徒，那和合本是翻成圣徒。好，所以从圣徒这个字的出现呢，可以强调的就是路加要强调就是在吕大、在约帕都有一群信耶稣的基督徒，那他们又比基督徒更加的敬虔或是更加的追求，所以和合本当中是用圣徒，翻译上应该是有所不同。那这个事情呢，就传遍了约帕。那不仅在约帕，好，那就是该撒利亚这一带，很多人都信了耶稣。那彼得呢，这两件事情呢，就让彼得在吕大还有约帕的福音呢，也可以做个对照。这个吕大呢，有一个以利亚瘫痪8年，约帕呢有一个大比大女门徒患病而死。那彼得对以利亚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那在约帕，彼得对大比大说：“大比大起来。”两个人呢，一个是立刻起来，然后大比大是睁开眼睛看见彼得，然后就坐起来，好像这个连生病的迹象都没有。好，那这个这个以利亚的事件呢，就让住在吕大和撒伦的人都归向主。好，那约帕这个多加的事件呢，就让这个福音传遍约帕，许多人都信了主。好，所以就算遇到的困难状况不一样，但是结果都一样，就是都归向主。好，就是对于耶稣基督，就更多的人相信，就更多的人跟随啊。好，那右边这个是 AI 画的图，好，就看到还有轮椅出现。那这个 AI 搞不清楚历史。好，那最后一节43节，彼得在约帕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好些日子。好，那这不是结束啊，这是下一个故事，就是接续这个哥尼流故事的开始。好，那因为这样子，彼得又从吕大，然后来到了约帕。那在约帕呢，他就住下来，住在一个皮革匠西门了。好，所以吕大约帕好在亚法港，好，约帕今天亚法港，吕大是今天的机场，一个是海港，一个是机场。好，其实在过去，在现在都是这个以色列重要的一个城镇和地方。那这个皮革匠，好，或是有的翻成车本翻成橡皮匠，好，就是指制皮的工人。那制皮的工人呢，是要把动物的皮加工制成皮革，那他必须要处理动物的尸体。那按照利未记11章28节，碰到尸体的就不洁净到晚上还要洗衣服。好，那这是犹太人来讲他们不太会去接这样子的工作，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不洁净，要接也是不得已。好，那但是呢，这个彼得却愿意住在他家。好，那路加在使徒行传这里也表示说，彼得他已经有一些突破了。好，这些突破呢，就是他看到在外邦，好，在吕大，在约帕，好，来医治，好，来行其神迹。那他也对于这个外邦，好，有比较多的接受。那但是彼得跨不去的门槛呢，明天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啊。好，那因为明天就比较长，所以我也大概再把这个约帕好西门好他的家好再做一些补充。好，就是这个约帕西门呢，好，那他西门当然就是这也是使徒行传西门圣经当中很多的西门好的其中一个。好，但是这个西门的家呢，在第10章还会重复的被提到，表示呢彼得在这里也住了一段的日子。那这个西门呢，他家呢，好也这个今天去呢，好可以看到这个约帕，好可以看到是这个西门的家的遗址。当然应该不会完全长这样，毕竟已经过了2000年，只是后来的人纪念他，纪念这个事件，哥尼流事件，所以继续把这个地方好成为一个可以朝圣的地方。那在这里有一个水井，对，有一个蓄水池，好，那
在蓄水池呢旁边地下有一个井啊，好，那还有一个楼梯，好，可以上去到楼上，好，那所以在第4章会看到彼得他在魂游向外看见异象，就是在西门的家，好，那这个家呢有个楼梯可以上到楼上去，好，那彼得就在那边见异象，好，然后他才愿意去到这个哥尼流的家，好，去为百夫长来受洗。好，今天这段经文，好，让我们看到彼得借着医治以尼亚来向希腊的犹太人传福音。那与门徒多加，也因为广行善事，众寡妇不愿意他就这样白白的死去，所以他们众人齐心合力的把彼得请来。那虽然即便哭哭啼啼，不知道能做什么，但是彼得依然用信心，好，他看到寡妇们的信心，好，那彼得也有信心，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接着在前面，耶稣在叫拉撒路死里复活后，好，那我们也看到，连耶稣的门徒也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那彼得叫大比大复活的神迹，好，是因为出于他对耶稣复活的信心，所以不是出于他个人，而是他奉耶稣的名，对耶稣的复活的信心。那这个拉撒路怎样复活的事情，也在彼得的心中，在他的身上，好，圣灵也感动他，好，做跟耶稣一样的事情。那福音好，借着神迹快速的传遍当地。但是真正要持久的，还是需要依靠真理啊。那这些后来这些地方的教会的这些门徒的圣徒呢，不是只有需要神迹，还需要有真理的教导，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看到跟随着彼得的脚步，我们去到了吕大，去到了约帕，去到了沙伦平原该撒利亚，看见住在外邦沿海地区的人他们已经认识了主，但是他们也会遭遇生命中的欠缺、短少或是困难。但是主，你都垂听众人的祷告，也差派你的仆人使者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帮助需要医病、需要医治、需要得到释放的人，或是将生命让我们失去的生命能够借着耶稣得到重生。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凭借信心来活出神迹奇事，充满上帝同在的生活愿主也帮助我们我们也特别为着永春兄为着秋红长老来祷告，为着在我们当中身体欠缺遇到疾病的弟兄姐妹们也愿上帝你的灵同在愿复活的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上能够使我们成为刚强，能够靠主得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丰盛长老，谢谢牧师，平安。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